透过好友记的消息，互人想到另外一个人郭台铭，为了争取国民党2024年总统的提名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呢手工擒拿军系铁票的支持。今日呢，这个出现伫黄埔建军99周年伫新庄办的这个餐会，另外这个5月17嘛将有这个新北挺好友记的人数要伫遮呢开88度，这个贵党的出现伫遮嘛被当作是伫打这个好友记的地盘。除了陆战郭台铭空前的议题。针对着 BNT 采买议题，伊强调讲，相信这个真相干那一个更加依据，并且未来公布更较侪相关的证据。大家拢徛起来唱军歌，黄埔建军99周年，伫咧新庄有名的饭店举办餐会，郭台铭冇来。所以我从监quân的选区先做起，我觉得监quân选区如果得到一定的程度的支持，我回来到自己的舒适圈、自己的朋友圈，应该会比较顺利。所以我是先选择难的。我这一辈子做事做人原则就是先苦后甘。国民党总统人选就特别出来，国党会争取军系铁票支持，有意思想要学韩国瑜无受拼顶调。若听伊讲好友记的支持者嘛输人唔输阵。5月17头一场大型支持好友记的活动，开88桌，选的所在甲国党的这场餐会是同一间饭店。国党的提早来含好友记是拼真烈。等一下，1000多人在你先进，1000多人在等我。那谈陆战和空战，国党也嘛继续伫咧留 BNT 采购的话题。事实也只有一个，我们绝对会让真相、事实像浮出台面，一步一步的。面对林亚讲无心情捌当 BNT， 国党的预告留名册会搁再出招，希望党内初选会当顺利出战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